唔知大家會點樣去評價自己目前嘅工作模式呢？如果你係朝九晚五嘅上班族，你又會唔會想嘗試揾方法去幫自己脫離呢一個循環，令到自己嘅人生可以多啲時間做自己中意嘅嘢呢？如果聽緊節目嘅你係有興趣嘅話，咁我覺得接住落嚟我介紹嘅呢本書應該會幫到你。歡迎各位收聽我第一集嘅書籍分享啦。我係 Andre。呢個頻道最主要咧係想俾自己一個平台去分享一啲我對自己睇過嘅書嘅一啲睇法啦，同埋透過分享呢個行為，希望令到自己可以加深同埋鞏固當中學到嘅知識，亦都希望同時間令到一啲平時冇乜時間睇書嘅聽眾咧，可以多一個渠道去吸收一啲新嘅知識。今日我會想介紹一本好有啟發性嘅書。而正正係因為呢本書咧，令到我自己會有想拍片分享自己閱讀心得嘅衝動。咁呢一本書個書名咧叫做《一週工作4小時 The 4-Hour Work Week》。呢本書係由蒂莫西·費里斯 Tim Ferriss 寫嘅。佢就提倡一個全新嘅工作同埋生活方式，去教我哋點樣可以擺脫傳統嘅朝九晚五，去創造一個屬於自己嘅自由人生。可能大家一聽個書名會覺得，吓，真係得咩？一個禮拜做得4粒鐘啫喎，大佬有冇搞錯啊？但係其實呢，佢講嘅並完全唔係叫我哋唔使去做嘢，而係透過有效嘅時間管理、自動化系統去減少一啲唔必要嘅工作量，最終達到錢為你工作而唔係你為錢工作嘅目標。咁接住落嚟，不如聽下我為大家整理呢一本書嘅一啲重點啊。咁首先，作者佢呢挑戰咗一個好多人根深蒂固嘅觀念，就係要揾錢就一定要辛苦工作。傳統嘅教育教我哋要努力讀好書，然之後揾份穩定嘅工作，之後一直努力 keep 住返工，做到自己60-70歲先可以退休。但係佢就覺得咧，呢種模式根本就係呃人嘅，因為真正嘅人生唔應該等到退休先嚟享受，而應該由而家就要開始，去逐步建立一個可以俾自己一邊揾錢，又可以一邊享受生活嘅模式。佢自己覺得咧，返工嘅目的唔係為咗不停咁樣做嘢，而係為咗賺取生活嘅自由。我自己認為呢個概念真係幾震撼㗎，因為好多時我哋覺得一定要透過不斷嘅努力先會有成果，但如果方法啱嘅話，就算做少啲都可以有更加好嘅結果。第二點我想分享呢，就係書入邊提到一個好重要嘅法則，80-20法則，又叫做帕雷托法則 （Pareto Principle）。簡單啲嚟講咧，就係80%嘅成果通常都係嚟自於20%嘅努力。例如你可能發現公司80%嘅收入咧，其實即係由20%嘅客戶帶翻嚟嘅啫。咁點解你仲要將80%嘅時間浪費喺啲無謂嘅細節上面呢？咁作者佢建議咧，我哋應該要嘗試揾出最重要嗰20%嘅事，然之後集中精力做好佢哋。其他無謂嘅工作咧，我哋就應該要學識點樣去刪減或者外包。舉個例，好多公司咧會花大量嘅時間去覆 email 啦，但係事實上真正重要嘅 email 咧，可能只係佔當中嗰20%嘅啫。咁點解你仲要花80% 嘅時間去覆啲無關痛癢嘅信息呢？所以佢就提議設立 email 嘅時間限制，例如每一日咧你只可以覆2次 email，而唔係成日夾住 inbox。咁樣嘅話咧，你就可以慳翻好多時間去做啲更加有價值嘅嘢啦。咁第三樣我想分享嘅呢，就係書入面嘅另一個核心概念——自動化收入啦。傳統嘅收入模式就係你做幾多就賺幾多，例如返工啦、做 freelance 啦，又或者你做生意呢，都係要親力親為先有錢收嘅。但係作者佢呢本書度教我哋呢，點樣透過建立被動收入，即使你唔使出現呢，錢都會自動流入去你個戶口度。咁佢舉咗幾個例子啦。例如話，你可以試下開網店賣一啲數碼產品，比如話係電子書，又或者線上課程。你亦都可以試下投資物業收租，又或者做聯盟行銷等等。咁樣呢，你就唔需要日日為咗揾錢而捱更抵夜啦。你可以有更加多嘅時間去做啲自己中意嘅嘢，甚至周圍去旅行，而收入呢仍然會持續流入嘅。第四點，作者想分享嘅呢，就係現代科技發展咗咁多年啦。其實唔少工作咧已經可以實施遠程辦公㗎啦，即使唔使局限喺辦公室，作者都鼓勵大家，無論你係自己創業啦，抑或係受僱於其他公司咧，都應該要爭取更加靈活嘅工作模式啊。
例如話係你可以試下申請遙距工作嘅試驗期，證明就算自己唔係公司都可以做好份工。你亦都可以用一啲數碼工具，例如係 Zoom 又或者 Slack，同自己團隊保持聯絡。亦都可以善用 VPN 又或者雲端去存取公司嘅資料，方便自己遠程辦公。如果成功做到呢樣嘢嘅話，你就可以一邊旅行一邊返工，甚至可以住喺啲生活成本比較低但係環境優美嘅地方，例如話係東南亞，但係同時收住發達國家嘅人工。呢個就係所謂嘅數碼遊牧族啦。哇，真係唔係話唔爽啊！第五點，作者提醒我哋呢，其實現代人好多時間都浪費咗喺無謂嘅偽生產力上邊。比如話係成日開住 email 個 inbox，以為自己好忙，但係其實覆 email 唔等於生產力㗎。又或者一日開幾次會，但係大部分嘅會呢都係冇一個實際結果喺度。又或者返工返8個鐘頭，但係真正有價值嘅工作可能只係佔當中2到3個鐘頭。咁作者建議呢，我哋可以試下採用一個低信息飲食啊 （low information diet），意思即係減少攝取無謂嘅資訊。例如話係我哋可以試下睇少啲新聞啦，又或者減少用社交媒體嘅時間，反而將我哋啲注意力呢放喺啲真正有影響力嘅事上邊。最後啦，你可能會問，我哋究竟可以點樣用呢本書入邊嘅概念呢？當然，呢一本書入邊嘅方法未必適合聽緊節目嘅每一位。但係我覺得佢提供咗一個全新嘅視角，俾我哋去諗點樣用更加少嘅時間去達到更加大嘅效果呢？如果你都想開始改變自己嘅工作模式嘅話，你可以不妨考慮下以下幾點。首先，你可以審視下自己現時嘅工作模式，睇下當中有冇啲無謂嘅工作你可以進行刪減。另外，你可以試下學識點樣外包，將一啲比較低價值嘅工作呢試下交俾其他人去幫你做，而你呢就集中精力去做啲比較高回報嘅事。你亦都可以嘗試建立被動收入，去揾一種方法令錢係自動流入去你個戶口度，而唔係靠時間去換錢。同埋你都可以多啲利用科技去遠程工作，擺脫地域嘅限制，享受更加自由嘅生活。同埋最重要嘅係，我哋應該要好好咁活用少即是多呢個道理，將我哋嘅專注力呢放喺真正重要嗰20% 入邊，去做一個重質不重量嘅聰明人。如果大家都對呢啲概念有興趣嘅話呢，大家不妨去揾呢一本每週工作4小時嚟睇下，話唔定會幫到你哋揾到屬於自己嘅自由人生。咁今集嘅內容呢，就差唔多啦，非常之多謝大家會撳入嚟收聽呢一集節目。閱讀令你更聰明，知識令你更有型。我係 Andre，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